所以門徒跟隨咗耶穌咁耐，睇到耶穌最後嘅遭遇，佢哋真係冇辦法去接受、去理解。但係耶穌復活之後，升天之前，不斷咁去使到佢哋明白，佢嘅臨在唔係為咗要建立佢哋心目中嘅呢個以色列國家，去復興佢哋遠離人嘅呢一種咁嘅事業，而係要將父顯示俾佢哋，因為佢時常都話父喺我內，我喺父內，所以而家我返去父嗰度，不過要將聖神賞賜俾你哋，有咗聖神，你哋就能夠擁有呢份嘅智慧。所以今日第一篇讀經，我哋睇到保祿宗徒點樣將聖神賞賜咗俾信主嘅人，使到佢哋接受洗禮之後，能夠真正咁歸於基督，然後佢自己放心大膽去講耶穌嘅真理。同樣讓我哋好好準備我哋嘅心，迎接聖神嚟到我哋嘅心中，使到我哋能夠明白耶穌所講，你哋放心，因為我已經戰勝咗呢個世界。